經書講是家啲在阿摩斯第4節，上帝嘅話講，親愛你得到生，但係為親上帝呢？因為可能為自家世間嘅下，按多自家嘅切實了事實量，自家嘅盼望切實了事實量，自家嘅前途了切實了事實量，自家嘅交通攏總自家上嘅，自家鋪排嘅切實。上帝講你親愛你得到生，同埋呢，因為呢個耶利米29:11中央講到，因為到愛地對於你愛鋪排將本嘢，上帝話講啊，上帝鋪排是本排先是家嘅唔係傷害嘅，但係得到平安嘅，前面有漂田嘅前途，有漂田嘅盼望，那所以一個話講是家啲你親愛得到生，前途變生起來。自家嘅交通變生起來，自家鋪排嘅變生起來，自家嘅平安變生起來，攏總變生。啊，啥自家嘅親上帝，因為佢前人嘅做，攏總事實切實嘅，佢鋪排自家變最好嘅。阿門。